虽然气象局发布台南豪雨特报，不过这场为了解决眼眶交流道甲严寒地区当年客运天候安全顾虑的眼眶转运站开工动土，由原伫大雨当中进行。交通局表示，为伫永运路永安路口的眼眶转运站，工程总经费将近5000万，交通部公路总局就补助了4250万。工期大约1冬，到时将有8座国道客运的月台，以及近百个汽机车停车位，希望带动眼眶交流道周边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外面下了大雨，就可以知道有时候要搭国道客运没有一个好的候车室就很麻烦。过去都是在中正北路的台一线省道旁边，既不安全又不便利，对于这个候车旅客也来讲也是一个受罪。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个地方永康转运站赶快规划好、设计出来，能够施工，在明年就可以完工。那提供给永康地区还有南来北往的乘客有一个更好、更方便、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候车环境。市长委托伫公路总局以及眼眶坐面大陪同，先牵线举办祭拜仪式，祈求工程顺利伫明年8月完工启用。同时伫届时进行转运站的动土，来应应眼眶严寒快速发展、车流量增加的庞大需求。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